石门布田的田庄阿伯啊，人在讲花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意外可怜的女儿。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，做着愈艰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意味。石门路边的白云阿姊啊，人在讲对面已经感到是毋是？大哥是要赢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打落去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情义。石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在讲这间工厂有要裁员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知半项。讲真，我低头思索，伊我无依望。假使少钱也要忍耐三冬五冬，为着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。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